今日嘅公益靈氣療癒主題係自愛。我哋對自己嘅感覺到底係乜嘢？我哋有幾包容自己，有幾接受自己？無論係咩狀態嘅自己，你都會去包容，會去接納。呢個係自愛嘅其中一部分。我哋而家慢慢一齊靜心，吸3個深呼吸。我哋邀請大天使馬基奧為大家嘅能量場作出清理同保護，然後邀請獨角獸天使拉斐爾為我哋今次嘅療癒一切送上愛。慢慢放鬆，眯埋眼，想像頭頂有道粉紅色嘅光進入，沖洗我哋嘅管道、心口，注入獨角獸嘅光，慢慢身體會變得輕盈，同時拉斐爾會為大家送上綠色嘅光。慢慢咁將自己放鬆，我哋喺任何嘅時候都可以有輕鬆嘅心情去面對，任何嘅時候亦都包容住自己，亦都愛護住自己。我哋有充足嘅耐心，我哋對自己有充足嘅愛，先可以創造更多愛，創造更多令自己滿足嘅事情。為大家送上好多好多好多愛嘅祝福。大家 ready 嘅時候，慢慢可以返嚟，今次嘅療癒完成。